台南市环保局今年办理过4场乌景大放送活动，民众欢迎热烈，总共兑换出去大约是27万包。随着时节正日岁末，真侪民众的厝内拢开始咧摒扫厨具布新，换新衫、换家电、换一个好彩头。环保局为了鼓励民众并提升资源回收率，决定推出长达2个月乌景大放送。台南市环保局要办理岁末培养土黑金大放送，从11月1日到12月31日止，在原本的23个清洁队原本的兑换日，指定回收项目5倍以及10倍换哦。拿着手机1只，或者是电风扇1只，以及键盘5个，就可以换5包培养土。另外呢，拿着1个笔记型电脑呢，就可以换10包培养土，相当的优惠哦。环保局表示，除了厨余培养土以外，另外伫城西厨余高速发酵厂以生熟厨余制成的品牌肥料上好肥，也持续以价一般肥料市价5价来销售，以500公斤来算，差不多是1000户价上，非常的优惠。欢迎市民大众拥有采购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